来看昨暗开始哦，北部跟宜兰的天气又搁较凉冷咯。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，台北市阳明山透早上低温只有9.8度。这礼拜五又搁有第二阵的冷气团，会一直影响到后礼拜。有气象专家认为讲，到时阵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有可能会落雪。即摆已经2月底咯，搁小连续有冷气团。前气象局长地面点嘛指出讲，今年咱台湾冷的时间哦开始较长。碰西无啊，高外山阁出现啊！大台北早起是开始一阵一阵雨，降温的感受是真明显。带着冷气大汉报道，台北市的草山和苗栗的大河，透早拢测到9.8度的低温。另外，北部、东北部的迎风面嘛转作有雨的无稳定的天气。气象署讲，拜三的透早各地温度拢较低。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会跟今天清晨相比，会稍微再冷一些些。目前我们预估的低温在马祖大约9度左右，金门11度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大约12、13度，其他各地是14到16度左右。拜四开始，各地是短暂回温，西半部日时的高温会登去到24度左右。拜五另外一波带着冷气团搁落南，各地天气搁转冷。气象专家讲，这波冷气团的强度搁较强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和东部的天气是明显偏冷，平地的低温有可能伫11度左右。不过温度已经无亲像前几波的寒流遐尼低。若水汽配了好，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才有小可降雪的机会。礼拜6的时候，冷空气再进一步增强，那最冷的时间可能是落在这周日到下周一。今年北半球冷的地方很少哦，那台湾就刚好是在这个偏冷的位置上面，跟气候变迁应该是很明显的相关。前气象局长地明典指出讲，今年赴北极震动，台湾拄好挖北半球3个冷空气外流之一，加上过去几年拢偏暖，今年的感受会更较明显。时序就要入来到春天，天气的形态开始转变。虽然讲一直到2月底，嘛是会有冷空气落南，但是冷空气渐慢的时阵，得有暖空气来补充，冷暖交替，都要加注意温差对健康造成的影响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